不得了不得了！今集帶大家嚟到深圳食一間高質素嘅 Omakase， 選料食材新鮮到你睇都睇得到啊！一個超值嘅價錢，享受高質素嘅壽司，仲要係2小時無限任食嘅 Omakase， 你有聽過未呢？如果想食得好啲，可以再升級去一個尊貴豪華嘅套餐。除咗有巨型壽司俾你揀之外，仲有15種超高質嘅壽司種類。中意食壽司嘅朋友仔，今集記得一定要睇埋落去啊！我哋今集介紹嘅餐廳係之冠，主打做 Omakase 任食放題啊！而店鋪位置就喺橋城北站，不過行去鋪頭呢，大約需要18分鐘。我建議福田打車過嚟，就算福田打車過嚟30分鐘就到，就位於眼前呢一棟恒邦置地大廈嘅2樓位置。2樓一出，其實你就會見到噶啦。之冠左邊呢一間呢係食日式放題 Omakase 嘅，而同層佢哋仲有另外一間分店，主要食放題和牛嘅壽喜燒啊！店鋪真係好出名噶，大家過嚟一定要 WeChat 或者打電話訂位先啊！店鋪11點半開，眼前係12點鐘我拍攝嘅畫面，已經咁多人啦。過得嚟食 Omakase， 梗係想食啲新鮮嘅壽司。同埋最緊要 Omakase 嘅特色係咩啊？就係製作嘅師傅喺你眼前，將佢最新鮮嘅食材，每一道菜做好，直接攞上台俾你即刻食啊嘛！而店鋪主打有3個 pan 俾大家揀嘅，最平就眼前呢一個680蚊，2小時無限任食啊！首先會有5種嘅鮮腐，另外15種嘅壽司係無限添加噶，仲有湯啦同埋甜品添。眼前呢一 set 咁高質嘅 Omakase 只係680蚊，最重要係2小時無限任添加呢度眼前15種嘅所有壽司類別，而想食得再豪少少，加多啲980蚊。除咗一樣有剛才無限任食嘅壽司之外，加咗7款巨型壽司，7款都選用高質嘅食材。其中一嚿仲要係吞拿魚嘅拖羅嚟噶，真係非常之抵食。同樣980蚊，除咗巨型壽司之外，佢仲有另外15種嘅特製壽司，5種嘅材料又係特別高級嘅，有一種加拿大海膽，直情滗上你隻手度就咁食噶。而自認係大胃王嘅你，如果真係想咩都食晒，唔想諗嘅話呢，就可以去到最頂級嘅 pan，1280蚊。除咗有15款任食壽司之外，仲有15種嘅高級壽司，另外再加7種巨型壽司。不過你真係食得晒先好揀呢個 pan，個份量真係多到不得了噶。而之冠呢一間店鋪呢，大家有唔同嘅 pan 可以選擇噶，價錢抵啲嘅話呢，就眼前呢一個啦，有鮮腐，即係前菜有5種嘅，另外仲有15種嘅壽司，2個小時入邊無限任添加嘅壽司係680蚊啫，食足2小時高質嘅 Omakase。呢一間之冠選擇嘅種類真係相當之多，抵過你喺香港啊1倍以上啊！香港你同一個價錢啊，真係淨係食到12-13款咋，仲要你晏晝食添啊！呢度15種俾你任食2小時喎，都係680蚊。大家過到嚟深圳一定要試一試啊！今集慢慢睇埋落去，睇下係咩質素先。而食得 Omakase，梗係要睇住個師傅將新鮮嘅食材做俾你食，咁先係佢嘅精髓所在啊！而所有嘅廚師做嘅時候呢，會將所有食材簡介，會話俾你聽點樣去製作而成，令到你每食一道菜式啊，都可以完全知道佢係點樣製造出嚟，或者係點樣嘅食法，令你食到更加投入，亦都更加開心。這是咱的第3道啊，和牛刺身。對，左的是一個紅酒鵝肝碎，點綴的它是一款芝麻菜，咱這邊吃的時候都可以攪拌一下。這下面是給咱搭配了一個刺身汁，中間呢是一個兔啫喱兔凍，對，也算是一個開胃的，對，2位請慢用。好，對，吃的時候也可以攪拌一下來食用啊。好，試一下。例如眼前呢一個和牛刺身啊，再加上面嗰啲好似粉狀嘅嘢，原來係鵝肝嚟噶。聽師傅咁樣講解完，再撈勻去食，真係加唔少分噶。而大家揀任何嘅 pan 呢，其實680蚊個任食壽司 pan 都一定喺入邊嘅，所以必定會有眼前呢5種嘅鮮腐，
即係前菜咁樣。其實淨係睇師傅做呢幾道前菜咋，已經係滿滿嘅享受啊！而去到980蚊揀巨型壽司嘅話呢，佢哋嘅食材係非常之豐富噶。不過提一提大家，呢7種嘅巨型壽司係冇得再無限添加嘅。不過公仔頭可以話俾大家聽，只要你係正常食量嘅話，呢7球巨型壽司應該都頂到你7-8成飽噶啦。而佢嘅巨型壽司唔係整嚿大飯塞飽你，係佢嘅食材非常之巨大，個飯都係比平時嘅壽司大多少少嘅咋。就好似眼前呢一個吞拿魚嘅大腹，即係我哋所講嘅拖羅啊！我諗你喺香港淨係食呢一嚿咁大嘅拖羅啊，都應該超過85蚊以上啊！咁7款嘅巨型壽司呢，師傅亦都係一樣喺你眼前砌出嚟俾你嘅。咁因為我拍攝嘅關係，先至一次過見到7種嘅啫。而正常大家食omakase呢，係應該師傅每嚿逐嚿咁整俾你，你就即刻食嘅。因為例如某一啲呢係要用火槍去燒嘅壽司呢，都係即刻食先至係特別好食嘅。而7種嘅巨型壽司入邊，呢一個 taco 絕對係驚喜之作啊！足足有4種食材喺入邊，最正係完全唔吝嗇啲食材，滿滿嘅材料，有魚蓉啦，有甜蝦啦，松葉蟹嘅蟹肉蟹膏，最後仲要加埋3層嘅海膽喺入邊啊！呢一個價錢食到呢個質量，係完全係抵到爛噶。而叫得巨型壽司，真係每一嚿有我手掌咁大啊！而大家亦都可以選擇巨型壽司 pan， 除咗有15款 basic 嘅壽司可以任食之外，仲會包咗7種嘅巨型壽司，又係有各種唔同嘅口味。佢哋個 size 真係好大，我都忍唔住要用手攞俾大家睇。佢真係一個超巨型嘅壽司嚟㗎，嗰嚿魚都唔可以講係一嚿魚，半條魚咁樣啊！呢啲超巨型嘅壽司，等我試下咩味道先。冇可能一啖食得晒，好鬼爽喎！咁樣食壽司，我自己真係未食過咁大型嘅壽司啊！講真，你叫得呢個本，基本上都冇乜可能唔飽啊！真係好抵食啊！仲有其他可以任叫咧。呢度食壽司真係非常之正啊！巨型壽司入邊不能不介紹啊！呢一個係4色嘅 taco 壽司啊，有魚蓉啦，有甜蝦啦，有松葉蟹，最尾仲有一盤大大嘅海膽啊！等我一啖食一夾，試下咩味道先。真係好誇張啊！呢度啲用料980蚊食到呢一餐真係抵到爛啊！你睇下啲海膽多到咁樣喎，我諗我一啖都未必食得到啊！真係食唔晒，最多食咗一半㗎。呢件正好嘅，成口都係海膽嘅感覺。我自己去日本都未試過，竟然深圳呢度就俾到你啊！真係好好食。好重海膽味，一啲都唔會腥噶，勁好食啊！呢一個。而980蚊，除咗間巨型壽司之外，仲有另外15款高級壽司可以俾你選擇得到。而呢15種嘅壽司呢，樣樣都非常之名貴添啊！咁同7件巨型壽司一樣，呢15款嘅壽司呢就冇得再添加噶啦，係原本個680蚊 pan 嘅壽司先可以無限添加嘅啫。一路睇住個師傅慢慢每一件壽司咁做出嚟，直情係omakase入邊最高嘅享受。對，它這是一個透飯吧，對，然後是往裡面放海膽。哦，對，拿海膽就是說海膽拌着米飯，就相當於對，然後稍微給它放點芝麻，對，一拌會更好看。就是海膽裹着米飯，很名貴啊。對，然後就是对，这个就是我們烤的一個猴黑魚，對，也叫赤目，對，油脂也是比較豐富一些的。
点缀的話也是像擠了一點青檸汁和一點瓦薩比，還有一個五彩芝麻。呢一個呢，就係15罐高質素嘅壽司嗰個套餐啊！呢度15款嘅壽司呢，全部都會列明晒係邊一個種類嘅。而家我食呢，係佢啱啱師傅做出嚟最貴噶啦，我自己覺得呢個叫烤喉黑魚啊！入邊嘅飯呢，仲要係用咗3格嘅海膽呢撈勻而成噶。等我即刻試一試係咩味道先，試一試先。好重魚味喎，同埋佢啲油香好重啊！試埋個海膽飯先，好出色啊！個海膽飯直情唔似食緊飯啊，根本就係成啖都係海膽嚟㗎，勁有質素喎！呢個omakase唔錯喎，眼利嘅朋友，其實頭先碟上面得14種壽司嘅咋，因為有一種係要擺喺你手上面食嘅加拿大海膽嚟㗎。喂，我手上呢個呢，唔係用筷子食㗎，加拿大海膽啊，一定係擺喺手上面食㗎。睇下，等我試一試個味道係咪咁鮮先，成啖食㗎咯喎，整個吃的是吧？成啖食㗎，師傅啊，等我試下先。哇，好濃烈嘅味道啊，好濃嘅海膽味，我真係未食過咁大啖海膽，成個趴落個口度，佢個海膽味係勁重，超級好食。而15款嘅頂級壽司呢，全部都係高級食材，有松葉蟹啊、中拖羅啊、大拖羅啊、雪花和牛、鮮嘅筆記貝。太多就唔逐一介紹啦，我同公仔媽眨下眼就食晒成盤啦，絕對係高質素嘅壽司拼盤啊！好，咁今集嘅omakase大家係咪睇到流晒口水呢？記住啦，最平嘅套餐680蚊已經可以2小時無限任食，再高多一級呢都係980蚊啫。對比你喺香港嘅話呢，絕對平超過一半以上噶啦。最緊要佢有2小時任食壽司呢一個選擇揀呢，真係非常之抵。大家有興趣記得用 WeChat 訂位啦。咁今集嘅枝冠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多謝晒，拜拜。